当兵哎，真的呀？哦，啊，我进去第15天，然后我就跌倒，哎呦，然后就下巴缝子。你是故意没有卖惨还是怎样？后来音乐系就没有成行，然后你明点抖会管黑，哇，你解救了大家是不是？哎呀，然后他们都叫我再叠一次。又是三公。金好运通黑毛糖讲，嘿，哎呦，哦，哦，真的，好可以吃上茶哎，哎呦，哎呦，哦，死人车，自行车，自行车啊，不是，私行茶，好私行茶，没事。娘你公莫按推好不好？三五六五那冲啊，心路开哟，莫冲多的心锁，闹热大擂台，闹热跳下来。大家好嘛，蒙古啊。来，金啊，大家好。啊，今日还咧抢少年那个擂台赛听一礼拜，哎，对对，第一礼拜啦，今天定生死了。定生死，所以我们等一下按那的朋友冲过冲的呢，嘿，按先模看本事，哦，按听着，先模看本事，做嘛按用，亲后咩杀 boy，几条？对，亲后 boy 5V 张排出来，我本记得按力按胎啊，6V。小孩子就要让他承受，哦，先学压力习，就对了。对呀哦，以后你长大出去这个社会的时候，你才知道这社会有多么的险恶。真的，自学嘞，有好多嘛，哈。哎，对，所以加油哈！好了，今天介绍的评审团了好哈，那金牌评审团来。好，欢迎齐家伟先生、刘启勤先生、陈飞宇先生。虽然是积分赛哈嘿，但是按下礼拜还是要让大家缓和一下，嘿，轻松一下。嘿，唱先生就示范一示下，范了弹一条好弹的歌曲，好每个人都唱过。嘿什么叫做唱歌？唱嘢就错了啦，什么叫做唱歌？听他就知道了。嘿，齐家伟先生啦，好欢迎。来，好弹的歌曲来。比过历史嘅揭秘，所有感情嘅是非，无默解去撤退，爱嘅强前强下边，东南西北万来嘅戏，看透真情老介意，马沙长草，马沙长对，丘比特的眼泪，黑唇上化作嘅水，流過落沙幸福嘅迷信，存一甲故事。丘比特的眼淚，黑珍珠穿燈嘅雙臂，滴落滿天隨風起，也未也唔起。跌落滿天，搶珍珠穿頂嘅雙臂，數嘅數唔在意。丘比特，你會比起哪位？丘比特的眼淚。黑唇上化作嘅水，流過落沙幸福嘅迷信，存一甲故事。丘比特的眼淚，黑珍珠穿燈嘅雙臂，滴落滿天隨風起，眼未眼唔起。
暂时没希望有人做伴，咿咿呀呀，天上天下，韩国人间将将济济，为叫爱笑喜爱，相爱的一切，丘比特的眼泪，黑船上发作的水，流过大山峰的迷失，存一个故事。丘比特的眼泪，黑珍珠传电的双臂，滴落满天随风去，念的念不去。我用一双一甲比。比过历史的革命，爱的强前强下边，东南西北，慢来的戏。哎，老哥，吉娜也好，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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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丘比特的眼泪，丘比特眼泪，说该说该真啊，是说该啊！不是说该做的啦。来跟大家讲一下。有咩建议本来就好生意。其实上个礼拜到2个礼拜，你看基本其实大傻他们都很尊重舞台，每个造型都有目标哦。对对对啊！还有爱吃到吼 talk 歌的当重要哦，挑歌很重要。talk 适合一家的歌曲，你记得写出 talk 记得写歌曲。也还讲，你可能吃到你做的挑战，譬如说比较年长一点的歌，或者是什么样歌的类型、类型，自己要低。用板底的，譬如讲，歌拿出来，你自己做的先录起来，填电唱录起来，弹自己上，这可以听到什么？听你音色适不适合 ，key 适不适合，或者说你自己在唱的时间，你做歌曲你有了解到，你还听一点，听一点就会讲你任何的歌曲拢系，不管法语歌、客家歌、韩国歌，也係外文歌，你歌聲音來說，音說因為客家歌當特別問題。因為佢念出來就有音階、有音律，念久誒，你唔但唱了解了歌詞，要配起來，沒做得講，我哋要唱到了解時間，那個身體的自然反應當重要，感情就會落去。有的人唱歌就好像在背書一樣，給出你歌詞冇念清楚。哦，愛吃到當重要，很硬長長，那時候好像沒有融入到歌詞裡面，或者是感覺好像差一點點。還有 T 3最重要的，上個禮拜到2個禮拜，上個禮拜來講嘛，V 欣賞他就是那種失控的表情。你如果覺得你可以把失控做得很完美，只有講哦，自家地方卡只有講唱歌，可能只有講就不會再有這種表情。某一天我知道那個因為行我知道唱歌唔單止係呢，喉嚨的肌肉，臉部的肌肉，當重要。上個禮拜有記啥？唱歌的時節佢少少的唱，歌曲彈起來就甜甜，佢講甜甜的歌，免處處唱，彈起來就冇暗甜。我提供你的方法。但是我覺得哲偉老師厲害，佢哪該歌路的歌曲，佢乜歌言都唱得一樣。哪該歌言都唱，我做一個 Superman，佢咩做唱？唱家己唱那條歌。對呀，丘比特的眼淚，這種說話型的這種廣發式的這種唱歌方式，佢咩唱得懂哦。黑 V 青山調嘅歌詞，什麼太什麼歌他都可以。歌也做得好一下啦，哈，還有上癮做得衝啊，什麼歌他都可以駕馭，太厲害。殺人愛挑戰的咖喱芭蕾，咖喱芭蕾，大禮拜就要 Q 這個。我們老師今天反應慢咯。不過真的這個歌要看適合自己的這個聲線吶。什麼太高？所以表現都喊他紅。你如果是什麼歌你都可以駕馭，那沒辦法，那你就去盡量發揮。真嘅，真嘅，你在舞台就定起來咯。天生歌手，天生歌手。但是你如果沒辦法的話，你如果總親拿數嘅歌路，拿數咪記得咯，唔係講。
top 难的做拿书，嘿因为嘿有上是简单的，反而更难。还那你只要难冲基本功做了对后就做对了。哎呀哎呀，哦什么要形象要听老师演啊，哦，不听的话就吃亏在眼前啊，好不好？穿搭也可以 OOTD 做对了，做对了，做对了，好好啊，只是这边面做神。哎，老师要走台步出去吗？可以啊，可以啊。什么？哎，从哪里？这边还是这边？从用芭蕾的音乐走出去。好啊，来啊！耶！掌声鼓励。好，世梦在你心上，别不用，撒哈雷就会可以是必衰的啊。走对吗？走对吗？罗星艺人，走对吗？你会必衰的，走对吗？会挑顺吗？哎，来，不是，哎，每一次这样打一下，哎，真的哦，哎，我全部见听吗？对，就每一集就帮我播一点，好不好？好不好？反正版权我的没有问题。真的，原来讲你冲给尽量拿去用。可以从那狗会冲水就吃假薄啊。尽量拿去用，嘿没？哦，就哪一道理，哪一叫阿里干，你扒了就吃假薄。看做对吗？哦，必须开始了哈。好了。天后黑网易同带来改变茶。好的，躺过来。风嘅花，心像冲呀嘅热情，拍色嘅花。thôi bên ngay cái chuyện gì kỳ phong đã yêu thông phá cái chim buồn nhì hy vọng buồn nhì đi ngay cái người xin cảm động cho有啊，今年小面的，今年是较冲样啊，没较上，较冲伊啊，这个颜色的年龄，哎，上礼拜哈传统给上副万用哈。所以你喜欢这个打扮，也系上礼拜那种打扮。都喜欢，都喜欢啦，哦，喜欢给七家嘛，对啦，有大盘都有奖嘛，系嘛哈，有蛙种啊，哦，哎，那个是。今日伊口好烟呢，上个礼拜听唐麦英讲，5点都风的啊。那个陈粉水，5点班就红虫嘞，连续。今日伊都点衰？10点。10点已经关房灯。辅导会来查房。哦，按掉把手机的。对啊，我躲在棉被里面玩手机。哦，5点班的红虫。那还会来偷查吗？
里面的还是会来查，还是会哦。啊，都被查到了，怎么办？没收。没收手机，哇，那要命了，手机被没收，那个哦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办法做了。难怪了，条学生的出来都按离婚，系嘛？吼，其条个后演出来都请离婚啊。对呀，对啊，很多的练习啊。我10点睡，11、12、1、2、3、4、5点半，那五点就起床了。 5点半。 5点半起床，7点半走， 10点睡啊。然后起床以后呢，要做嘛？以前爱国一进去的时候有晨跑，然后还能运通哦。 5点半，妈红了，呀刷牙刷完，然后就去晨跑，跑多久？跑几公里？看学长姐带3圈，还是看他那天心情如何。哦，这真的很像当兵哎。真的呀？哦。啊，我进去第15天，然后我就跌倒，哎呦然，后就下巴风筝。你是故意然后还有卖惨还是怎样？不是，是真的跌倒。太急了。跌到怎么样？哦？风筝，哎呦，真的哦，你还看得出来吗？骨折，还有骨折。哇，还好你是小指，如果中间那个指就不好了。可能会得罪很多人。然后李阿某斯嘞哈。后来就哦音乐系就没有晨跑，然后你明跌倒的关系。哇，你解救了大家是不是？对啊，他们都叫我再叠一次，为什么哦那这再叠一次又可以不用做更什么？不用跑。他已经不用跑了啊。对啊，再叠一次就不用练琴了，是不是？是这样吗？童颜妹啊，哎呦，哎，不过正经童颜严格嘞，严格严格哦，他哇都运通还要练琴，不过这样的训练出来的这个学生，还有素质都很高那素质都会很真的高哦。都很厉害，都会比一般学校来的厉害。你还高中几多年生？国中1年一年一年生，生还有太空嘛，冲嘛。哇，加油加油！好，哦，很快啦，很快还有6年。努力哎呀了，好吧？上班哈反正什么事情就要努力嘛，变一下对不对变一下哈人生还很长，好不好？哦好，因为冲出来唱这位这先生。位老师来，好，伊同伊好，按度吼，双上礼拜爱做公平伊吼，我知道。我家就想讲，双上礼拜嘅兒童，攞嚟上禮拜兒童，係強啥人模？你看人嘅 range 懂反哈，你看他在做個他傳統嘅散服嘅時節，給他 hit 就冇強了。你看你要真到給小女生嘅感覺，對對嗎？對，還有查丁那邊，安娜貝爾，还有一些冲护理师哎，啊，護理師啊，護理師對，鞋子很像，有查丁那邊唔掂喎，嘿查丁。所以講，佢哋創國嘅時節叫唐藝，雙十禮拜攏佢講誒。你看佢哋創掉出國曲嘅時節，他就回到那個情竇初開的小女生，15、16歲嘅時冇節，按壓，莫愛養，然後有一種就是好喜歡哪個小男生，或喜歡哪個喜歡暗戀的人。攏那首歌曲帶到較無腔甜奶奶嘅感覺，攏思維欣賞從較無腔嘅。那知道你懂厲害的地方就係講，你做得拿到一首歌曲，係講譬如容易建議你要用蠻長嘅時間，你做得懂腳嘅手法，可能因為你啲學習嘅時間沒懂聰明，然後欣賞講唔該，你做得馬上消化，你係你嘅優點。我知道今比表現得懂好，我本嘅分數冇超，好嗎？希望呢就是自家朝這個方向走。還有他個糖豆給他上吼，他的聲音比較紮實，可能沒因為他們在學校有訓練，有肺活量啊，各方面都還有懂好。晨跑，嘿，正經，至少有跑15天，真經。 15天累积起来的实力。係啊，希望你繼續愛唱客家歌，嘿接來教，好冇？哦，好，什麼加油什麼欣賞？好，那你们冲出来了哈，也可以哈，我们最后才揭晓。啊，對哈，先休息哈，制作单位的调试不能得按紧张啊。是，好吧，那你就先休息一下按。冲出来就某件事情啦，黑嘛哈，啊不用轻松，翘脚听了。好了，哦回座先休息了啊，OK，好，来杀下来，沙落喺流程而帶來茶檔三嘅風。好嘞，躺緊啦啊！浪一了，再重逢，輕輕吹過春夏要超多。人家說小時了了，大未必佳。哎，他小時了了，哎，大了很佳，很佳呢。見來見講。有在講，後山某槍都養媽媽。有啊，有衝養有衝啊媽媽，有你像媽媽還是爸爸？我覺得我比較像爸爸。哦，還好。
声音係哦，啊，容易清甜哦。對啊，同雙禮拜裝扮有咩冇共樣？冇啊，伊上禮拜貴族的啊，貴族誒，貴族出來，有嗰種跳舞嘅感覺，唱跳歌手嘅感覺。今日都冇哈，今日較溫柔一點點。吼，等一下嗰種感覺，衝兩條歌有咩迄啊個氣氛迄樣樣。壓喺度先。17， 17今年18。 18就是高中3年。3年生。高中3年咧，我準備太好咧啊！太好咧。哦，上個土乜嘅？我來台北讀嘅喺啲花蓮讀。台北，台北咯。啊，有考到嗎？還蠻還蠻考。有想要考嗎？好考。還沒有想好，但是我想好考什麼系。哎呦。哦。乜什麼系？什麼系？流行音樂系。哦，流行音樂。什麼大學有流行音樂系？青島啊，城市科大。哦，城市科大。哎，學妹你好。沒有，你那城市科大嗎？北藝大。北藝大沒有啊。北藝大好漂亮哦，北藝大。台藝大沒黑啊，台藝大學長在那。戲劇系的。對啊，對啊，對啊。哦 ，OK。啊，你就加油哦。倆圖嘛該。資料處理科。資處哦。啊，那跟。差一度呢？對啊，那完全天差地別。迄類衝過衝到有興趣咧，係嘛？沒有，就在練習的過程中發現，就是其實我沒有那麼喜歡這個科。對，就比較好想要讀音樂系。哦，就比較啊，對。你冇一聽啦，有啲人適合走兩種條路嘛，有興趣就去。對。像飛琴先生，陳宇跟民眾音好緊張，是不是比較緊張？有比較緊張，因為不能跳舞嘛。哦，沒辦法展現哈。對啊，冇落台的順。所以挑戰你只看到羅哥安音從慢改夠，我就是唱慢的歌曲也是可以這樣子瘋瘋癲癲，然後就有一點發神經的那種感覺，就是也要有這樣子。他趁機表你。對，我沒有，就是也要那個面部表情扭曲這樣子。對，唱慢的也是要這樣子。對，就陳宇可以試試看，就是你唱慢的歌曲一樣有一些肢體動作的那個表情。對，他唱歌比較沒表情，對不對？就是他很清楚的唱完。根本有笑呢。有哈，還是有笑啦，他係有笑。他就是激動清楚，從身特技歌詞安樣，好冇感情嘅投入係，可能愛上講佢係習慣從好加改夠了，韓基子走得有 cool girl 嗰種感覺。對，所以對慢歌就是我們可以再多有一點機會練習。感覺沒有靈魂，有靈魂啊！有靈魂沒有靈魂？你一定要曲子，還是有靈魂？有靈魂啊！對，好，只是靈魂出竅了，這樣子。沒冇一聽啊，看歌戲係嘛？看歌戲。我知道沒衝到以後啦。這很棒啊，很棒啊！對呀，其實算都全部算會衝的呀。對呀，一會衝的呀。好，那我們就先不看分數，好吧？先旁邊等，看你現在去算一下，看你可以得5000還是3000，還是小禮物？禮物，來殺下來。主語請帶來顏料清風。哦，後堂嘅歌曲來。也好夢，天茫公主紅蟲，關於遊戲做煩惱，不是對眼光，演了一個噩夢，流汗那流水湧，深度離子盼夢記得聲音呢，有重有。冲凉寒露，一抽一抽，慢慢散透，心思情闭口。落眼淚在長風，輕輕吹過春夏與秋冬，將做夢漫眼夢，未了家庭一閃又一動，點了下點點錯，錯點行。故事慢慢講，戀愛不愛照顧你懂。有時故意唔去，散步什麼從容，希望你身體愛健健康康。
春夏有秋冬，青春梦满眼梦，未了家庭一生有一道，人留下点点错，错点糖的故事慢慢讲，留下我爱照顾你走了，留下我爱照顾你走了。主持人好。谢谢，呀跟人跟你讲，给发面很当空看迄个真强呢，真的呢，吼，哎呀哦，因为呢哈，用的这都还好哎，小时了了哈，人家说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哎，他小时了了，哎，大了很佳，很佳呢，跟人跟你讲，跟人家讲，后山某冲动养妈妈，有啊，有冲养有养妈枪啊妈，有你像妈妈还是爸爸？我觉得我比较像爸爸哎。当场给你妈一记棒还好喝。还好，哦，那本就其实要上到一讲啊，等一下有人演，哦，有演员够追啦，嘿嘿哎呀嘿嘿你同养妈妈要演假嘛，对不假？佳佳演嘎不会演吵架吗？妈妈有时候蛮少的，蛮你少。你都怎么顶你妈妈？嗯，他妈会骂他吗？不一定应该不会吧，比较少，妈妈很少骂我。锵锵的，对不还是对？你会骂你妈？有时候。妈，你又来了，这样。对，因为妈妈有时候就不知道，就很少，因为哎呀，上你被女儿说你很真的少，很强礼拜有讲到啊，有啊哎弟啊拍怎么整排的呢？呸呸呸呸呸呸！哎，你不是我女儿，对不起对不起。你去亚洲妈妈没被亲佛戏啊，黑毛哈，很好玩，亲头神奇的事情。来，哎，他要跳舞嘞。哇，今天换你跳了，对呀，加分题是不是？我对呀，们分数送出去了没？他要跟陈宇尬一下了。哦，成语哦，有没有还有之余哦，我们俩午后在加分题上面哦。你要跳什么舞你要跳什么？我的偶像是 Blackpink，然后 Blackpink，我要学他们，我哇哦我在家都会学他们的歌。哦真的假的来跳不是拼四个，你比较喜欢哪一个 Lisa， Lisa，哎我也是。哦，哦，你要跟他跳那个。那个 Blackpink 的 Shut Down。 shut Shut down down，shut down。好来来我们拿来俩麦克风哈。好了哦，Blackpink。 OK。 Blackpink。 Trust me when you hear my Lamborghini go v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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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room. When we pull up, you know it's a shutdown. 간판내리고 문장 거 shutdown. Whip it, whip it, whip it, whip it. Whip it, whip it, whip it, whip it. It's black and it's pink once the sun down. When we pull up, you know it's a shutdown. 간판내리고 문장 거 shutdown. Whip it, whip it, whip it, whip it. Whip it, whip it, whip it, whip it. Keep watching me shut it down. Shut it down, Blackpink in your area. Shut it down, what? Shut it down, Blackpink in your area. Keep talking, we shut you down. 统冲客家歌的完全冇通用呢。对呀，你们三个要不要组女团呢？对呀。哎，你们组一周队下，啊，有没有？组一个团可不可以？哦，周对呀，队哦，客家的 Blackpink 的。哦哎， ，Blackpink 啊 g a m i s a g a m i s a 少一个哈。雨桐他比他对对，雨桐学一下学一下。啊，刘子豪要干嘛？刘早当经纪人。当经纪人，也蛮像的。哦，周队，有球，你看他很成熟啊，有冇？哎呦你，怎么那么厉害？嘿啊，哎呀，这哎你韩流是真的会力量真的跳嘞好大，嘿啊他，是跳的，而且很到地很到位耶，很到在位。家表情咩嘿，嗯哦在家都会看他们的歌，哦然后都真的学。那个哎韩流的力影响量真的好大哦哦，真的。伟如老师喜欢吗？嘿哦，也来嗨 You 哈 got talent。你敢才了，你有才华，你有这方面的才华哎。哦，对哦，我吓到了。两次都给黑一个，算就是有点冷面的，就是他看起来就是有反差的对对，不过诶，冲过去了，哎，亚条沟给他这个转音跟滑音还蛮吓到的。哦，哦，真的不厉害像6耶。年级唱的《烟楼清风烟》，楼清风真紧真紧哦嘿，轉到創過一部分啦，咪知道係用，咪知真道勁真勁。你喺藝彈歌應該講年紀嚟講最細唱兩首歌曲最到位的一位選手，创歌比王心怡喊他后哎吼，不要跟他比哎有。来不及。其实亚条狗跟奶吃肉，我觉得那个
就是说，哎，所以这个鼓的节奏这么的厉害，然后那个你的声音可不可以搭得上？哎，结果完全就是没有违和感，之后志同，对，这个转音真的很好，然后之后钢琴呀冲都度后，我给蛮高分的。哎呦，有跳加分嘛？跳给那个来不及，心理加分。加油！我觉得很有潜力，为 Vilo 做对。Vilo 客家少女，未来客家少女很厉害。我觉得现在年轻小孩子真的，因为他们现在的资讯都比我们发达。对，哎呀，体力也比我们好很多。一定就是一代比一代更强。绝对不会一代不如一代。后来你做的前正义也可以哈了。哦，对啊，还忙着看。走嘛，以后看不出。差点要看上去。哎，真的好厉害耶！对啊，尤其是穿上这种制服裙子，很日系啊。嘿，经典影像哦。难怪他会疯了，嘿。哈。牛豆 Andy 给比欣赏的哈。真的还好没有伤到妈妈，真的。有啦，那有穷啦，给妈妈发种戏了没一讲啊。现在不要 take 他帮马赛克，好了，杀好了。好，杀了留字后带了，也写有同法。唐哥啦。也写发路归好感，从很多风吹转不开。听说你同学过生日还整你，你有生日吗？生日快乐。小岸嘅午夜，春天行過嘅畫面，南風吹過蒼蒼嘅溪，漫山碧來拍拍嘅雪，看似夢沙嘅花園，地背開漫遊同世界。江風已落雜半夜，氣溫欠過年成歲月。夜斜搖桐花，暖暖嘅日頭走到屋檐下，推散天空比通窗搖花，點點嘅皮墊拍拍嘅雲啊。夜斜搖桐花，沿流下來來去去嘅腳車，不是上路路一生比馬沙，只愛沿用心行出沿客家嘅路啊，又係小暖嘅午夜，春天行過嘅畫面，南風吹過蒼蒼嘅溪，漫山碧來拍拍嘅雪，看似夢沙嘅花野，地背開漫遊同世界，江風已落雜半夜，氣溫強過年成歲月。夜斜搖桐花，暖暖嘅日頭走到屋檐下，推散天空比通窗搖花，點點嘅皮墊拍拍嘅雲啊，夜斜搖桐花，沿流下來來去去嘅腳車，不是上路路。只愛沿用心行出沿客家嘅路啊。
用心行出缘下家的路啊。什么太假？哎呦，两位主持人好，好，是甲 EP 的歌的哦。对呀，哎呦，很多一些油桐花，油桐花哈。那首歌的迄嘿，伦克用欣赏的个歌的，我讲人 EP 底部的歌底下歌词嘛，对吧？嘿，是老 Q 词 Q 都黑，阮老师的，嘿，哦，厉害厉害。哎，本台这个糖豆就做得了连冲的，嘿嘛。对啊，但录音阵现场超无共用，对吧？嘿，无共用，无差动多。有没有被雕？有雕很久。一天有啊，一天有啊。一条歌才会录一曲的。差唔多1点当中。点当中。点当中一讲哎，你厉害啊！对啊，你歌唱天才。那可能阮老师可能要求没那么高。哎，一般差不多2-3点钟哦哟，至少。不一定啊，看歌啦，要看歌手自己本身。你啊，四首歌的全部，迄就迄两首那些油桐花6-9的，其他全部都夹。头前的客家，头前的差不多就点当中。哦，就两首歌差不多2点钟多。哦。阮老师觉得你唱不到他的味就对了。对，因为我现在听李聪那条歌有点内敛式的唱法，比较内敛，还有看唔咩按标出来的唱法，所以阮老师有刻意抢用那种方式演。对，演冲了。没无啊，其实有讲啊，其欣赏老爱创的一定无共用啊，其实讲用去甲知道感觉最好的方式去创就创了啊。哦，本去甲去表演啊，每个人听邱永班冲2条歌诶，各自诠释这样子。那这老师那也没什么用心。不啦。激出他最好的潜力嘛。他会找你，他就是想说，去甲做的表演，这个是上个表演的部分。没错，哈。好，恭喜，再次恭喜啦！恭喜！这2个礼拜来打歌的嘛，你。对啊，他自己做哎，我支持他，对吧？来 ，Reborn 重生哈，来唱杂比欣赏。来，按度吼，又迄轮到我吼，我知道之后的声音，加音色同腔里，你知道吗？有的人可能都国中啊、高中边上之外。佢可能通配喺音樂當中，唔單止客家歌，佢上述會變嘅，唱歌嘅方法未變，不過他的武器就是給他音色同腔力，他沒有感覺沒有被污染過。佢就比如講，佢唱埋嘅歌曲變得很誠懇，可是很誠懇之外，你就會得到一個那個一個結論，就係講你唱歌有想是太規矩嘅。當然，羅大哥可能有談到講，你就是往內斂，可是內斂還是要有波濤洶湧啊。要說歌曲很內容太甲講，一些油桐花吉祥，也人心肝都看到了一些時節有乜嘅感覺。我講唱歌係咁樣嘅，因為佢所有參賽者地方都年紀較20歲嘛。20歲，係啊，可能要經歷過比賽啊，也講一家想象中的東西，你要想象，你冇談過鋼琴，唔驚，你要用想象。20歲應該有啦，嗬，用一家。有教過未有啊？有啊，係啊，叫做很好啊，你要想象一家。到幾類了？長輩在問要回答。他女朋友這集可能會看，你現在問他。我意思就是講，我之後羅太哥講的懂很正確，就是講往心裡去。可是往心裡去，你要用把創本太家有感受到，你要件事情來去做下功課，你係聽一點所以。上個禮拜唔記得同人講，然後講其實你懂後上啊，其實你的服裝上面其實你可以再調整一下。我聽到按真神。對，我剛剛就想說，其實封面的衣服他都可以拿來穿啊。係啊，你跟三夫用某種，其實你做得做啊。還有一件黑色的也不錯啊。係啊，有沒有？
可以参照我们哲伟老师有没有每日穿搭？可以。哦，这个就很符合你年纪啊！你干嘛一定要把它穿着好像在西餐厅打工一样？少爷给搞。来，那个带本你，你说不好意思，少爷，我要点东西。没啦，其实你懂简单说，你看我就欣赏。其实衬衫、牛仔裤，我觉得冲凉书高 Q 含量有说服力，因为你还硬高 Q， 能用板冲出一个hình，冲一个来给听。比如讲你录音室用板冲，给录音室其实你行出来，我知道一本它个含那看动你，各个小细节要做到好来。唔讲我知道boss 你按枪列上，其實都冇簡單，恭喜你發唱片。好，按子 C， 好。对，那加油咯，好不好？希望你好还要更好哈，有作品出来嘞，好不好？那先回座休息，好不好？好，等下看有办法得奖嘛，啊，好嘞，沙下來，沙來係陳子怡帶來眼夢，彈翻啦哦。假使眼梦能实现，有你陪在我身边，同你飞过去的誓言。就算时间会改变，就算夜有天有夜，依然相信，等待的幸福就在身边。真心，连本的力量发给比索。行到，坎坎坷坷的爱情路，感痛踮你所在心底。夜冬，照亮的给所有盼望。阵阵甜人心风。假使愿望能实现，有你陪在我身边，同你飞过去的誓言。就算时间会改变，就算夜有天有夜，你会相信，等待的幸福就在身边。你讲你丝丝安无所，只有真心，连本的力量发给比索。行到，坎坎坷坷的爱情梦，感痛踮你所在心田。夜冬，照亮的给所有盼望，温暖阵阵甜人心风，温暖阵阵甜人心风。神龍睇㗎，太空漫步。給唱給人日本有一隻給對，那個什麼 older 啊？下面做西裝嗰個。哎。
他没有跳到这一卡不能结束。哦，还有所以哦，真的。先冲了条狗，会唱会跳，亲有感情呢。哦，充满国的暗有弥陀哈。但是你穿的很动漫呢。他今天这个很动漫，因为这个也不能大跳，我就想说那就我们静静的。哦，然后让充满口味。对啊，静静的唱这是拿来欣赏的，拿来欣赏，拿来欣赏的，拿来欣赏的。还是就是买了没穿，可惜这样。对啊，再不穿以后变胖就不能穿。不要以后变胖，不要变胖就好了，会吗？我尽量啦。怎么样？笑这么大声，啥意思啊？来有他抽了，好吗？对啊，他瘦了快20公斤呢。对啊，真的假的？真的啊，有看得出来，看得出来哈，看得出来。跟人家的特别特殊，啊，在宿校。没有，我在外面租房子。孕妇给骗，阿婆带奶，不卡。阿婆都没有力，然后我自己在台北。哦，那房租啊什么那一些呢？学费就是要帮阿婆分担一点啦，就是要去打工啊。啊，你要去打工，还是来打工？我去饮料店。哦哟，对，饮料店，对，50兰，50兰，对，还帮他打广告，在自己最喜欢喝的饮料店打工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哦，每天都可以做错自己喝，是不是？对，每天都可以做真奶给自己喝。哦，真奶全，这就是怕变胖的原因。他这衣服也很适合50兰。对，有一个人说，哎，你要不要喝50兰？啊，50兰哦，我怎么喝得完？对。我怎么觉得我突然看到小江老师？那我们不能吃85度 C。我这太热了，那会烫，太烫了，太熟了。还有这个梗有接到。对，哦，厉害哦，厉害。哎呦，从帅来唱 Viking 欣赏。哦，子玉真是要又好阿婆哈，我刚刚在后台在看到阿婆对佢真是动吼，所以歌唱好一点，我们下次靠唱歌来赚钱。哎呀，对，可以赚比较多一点。好，就没有那么辛苦啊。对，佢基本唱了条歌好慢，还爱动人进堂，我感觉佢唱慢歌到嘅好夾嘅節奏嘅歌完全冇共樣。佢兩條歌佢嘅音聲啊，始終都有彈性，彈起來都好彈。韓佢先嘅兩條歌咪當時合嘅，因為嘅音域嘟好，有啲沒有高音嘅表現，啊，始終佢咪表現都當好。係，哦，欣賞，係啊，送盡皆宜啊！哎，知道佢根本衝喺清後堂，很感動。羅哥都天衝，你嗎？我剛幫在台下幫你合音呢。係啊，只是聽不到而已。對啊，麥克風沒開，台下沒開。你如果開了這樣唱，他要重錄。所以每一次如果有參賽者衝到這樣，過去嘅雄風那一夜，哎，你都會衝，過去嘅雄風那一夜。好，那因為在底下麥克風沒開，也收不到。好啦，好，先等一下，看兩個分數，好不好？可以做休息哈。好了，下來，請咪 V 啊，選開期待嚟要同做下。好的，躺回來。
好了，快去。好了，最后一个唱完了，好，哎呀，唱完了，我们就看分辛苦了，数了，压力，没了，好醉好。给大班喊等一下啊，5点好不好？哦，哎，快去英国人演亲后，演员很好，对不对？超。係啊，小玉蘭小條小面嚟哦。啊，他今日會同歌上映哦，唐公。聽說你同學過生日還整你哎。你有生日嗎？你現在生日嗎？哦，之前啊。1月的時候。1月生日。營業夫那時間。超。祝你生日快樂，祝你。好嘞，好嘞，好嘞，好。上映歌嘞，好嘞，好嘞。怎么整你？怎么整你？同学们？記得就老眼嘅相片印出來，然後。哪個相片？大頭照，還是醜照？還是裸照？七家洲。哦，你好，兩萬塊東西。你是在披薩哈打工是不是？那是他們送我的生日禮物。忍者龜啊！超。哎呀，沒有哦。那你的腳呢？縮整個縮在裡面，啊，你還沒蓋。哎，輕庸型呢？就對他們印出來的照片就是長這樣，然後拿到都很醜，是不是？沒有，好，不周的啦，很周的，拿去廣為宣傳啊！真的哦，幫你貼在那個布告欄，公布欄那裡啊。不止，他們拿去其他班哦。對，分發到其他班，叫他們幫我跟我唱生日快樂歌。真的要改，這感覺好像鬧熱廳會做的事情。你同學以後可以來這邊工作哦。哦，有咩感情親厚，張萬勇搞。表示嘅歌聲也動好，做得本同學安尼滅安尼啥哈，邊歸邊乖。哦，讓今天一下。好了，重提了，好不好？重提了哈，因為唱欣賞。現在把個上個禮拜同下禮拜個分數的統計啊，給他們談公平一下。哦，談公平。哦，V 欣賞啊，你要聽啊？要啦，係啊，有咩建議本期？開始今次都同好，也颱風啊、小勇啊，從亞條歌曲會按用。哦，這個低音的部分會試試看壓下巴會不會較好嘛？你說這樣嗎？可能從。讓你的雙下巴下來。還有碰的拍子稍微會稍趕，你之後再彈一下鼓手老師的鼓，哈，這一次鼓手老師打得很好，哎，他打得很好，對，打得好有靈魂，他是長得不，長得也很好。所以唐店他邊打邊打哈欠哦，真的，快歌的時候，沒給調你感情。對，就是做那唐店，通常來講都係。會很卡夾，不管是在錄音室或現場，大部分唱歌速都會很卡夾，可能卡緊張，可以再深呼吸一點，吃遠一點就可以了。好，懂後。謝謝，好啦，那你站好，啊。我本期先去看一下，你會統計一下分數。好的，還是你要在那邊等？好了，等他就有看分數嘍。來，看一下分數哈。又是三公。青考運通嘅冇聽過。哎呦，好去吃涼茶。哎呦。死人車。自行車。自行車，不是。私行茶。好，私行茶。娘義公冇按配。好，流行歌曲所有朋友已經衝踢嘅時間來咧，見到我哋舞台中間啊！有三位有聲嘅朋友啊，小朋友，有聲嘅三位係朱藝興、劉志豪，還有孫凱琪，恭喜三位！恭喜三位！搶眼嚟嘅 V 欣賞來頒獎啊！小禮物，來，凱琪兩片哦，還有眼嚟嘅。志豪，劉志豪，還有朱藝興，恭喜三位哦！你還有你客家天師台嘅書包哦，我會買唔到嘅哦。恭喜三位，恭喜三位啊！三位稍微退後一點啊！我們另外三位就是前3名啦哦。前3名都帶滿意，係第1名哈。哦，係
嘅先从安利嘅第3名累积嘅分数係193.3分嘅劉成怡。好，你雙禮拜96.8嘛嚇，一禮拜96.5分，193.3分，第3名得到3000元，恭喜！恭喜成怡！好啦，第2名係乜嘢呢？無人你要吃只公鋪，第1名係萬年哦。啊？第1名係。安利嘅王一彤累積分數係193.5分。你雙禮拜96.8，一禮拜96.7，所以加起來193.5，所以得到第2名係。恭喜安利嘅陳子怡，累積分數193.4分。你雙禮拜96.7分，一禮拜96.7分，所以加起來193.4分，得到第2名。恭喜3位啊！恭喜好不好嘅3位啊！哎呀，恭喜哈！没关系，这一次没有，下次嘿，我们就等明年暑假，好不好？明年暑假，有人已经成年了。对，那就等明年暑假啦。明年暑假張哥嚟了，好嘛？好，今日創到有歡喜嘛？有哈，2禮拜。是夢6位啊！哈，搶少年朋友，果然的節目有很好的看頭，好吧？謝謝你們，那你們繼續再努力哈，發揚我們客家文化，發揚我們客家文化，好嗎？好，謝謝你們，恭喜！好嘞，安尼呀，看下來看一下傳統組的比賽，好，看下來看哦。係，來到傳統組。搶少年擂台賽，對啊哈，繼續加油啊！好，你繼續呀5位參賽朋友啊，係啊，好，你看等一下，他Yoga還跟大家揮手，等一下哦，因為某款分數，你親密嘅時間，將來公布睇自己嘅成績。對，好，先莫公布哈，哎呀，今後將來看萬人就能拿到5000元的獎金啊！5000、4000、3000元，還有小禮品哈。係啊，來，我介紹評審先生啊，哈。好，歡迎羅英先生、夏啟貴先生、林彩麗先生。好，先生介紹的。歡迎。啊，馬上進行比賽啊。好嘛，開始了哈。做得啦。做得啦，你都做得嘛？準備好啊。哈，做得哈。可以啊。有啲人冇反應呢。沒有反應。冷水啊，冇反應，你準備好嗎？可能他剛吃飽時困了。哦，真的哈，從胸涌就出來啊。吃飽就想睡。真的肚飽眼皮鬆呢。好的，有請 TV。TV 係宋祖梅打來評判。來當啦。主持人好，聽一禮拜咩一厲害哈？真的啊，妹妹。什麼？
韩语有讲得好，系嘛？哎没，客家讲什么人个？哦，还有主持 podcast，podcast，哎呦，与时俱进哦。讲汉语哦，嘿，你去给他主持吗？无，我迄摕蜜蜂先生乡下。哦，蜜蜂记哦，点咩主持？客家我有印堂哦。有哦。多么？其实有固听给你，因为照我这个年龄，以我认识的朋友圈里面，其实没有人在听。不过就会因为无人做，爱怎想去做啊？系啊。老到无人堂，有人堂。有人堂。其实有人堂啊。有哦。里面堂，比如客家人可能比较传统啊，个人就堂传统的天台啊，对嘛？佢较唔可以用手机的去堂 podcast 啊。哎，有的后生也会堂啊。现在有很多有给后生。凯利屯阿凯呀，对吗？没，有个很有那个客家意思，因为好像你嘅讲下广播电台佢当年都有颁给客生奖，唔对嘛？古时候有请到后生人做 podcast， 做得拿奖的哦，有奖金的哦，系嘛？哈，有奖金嘛？有哦。喺迄些时节，有听蜜蜂先生乡下去新客家广播电台做，去年的时节咧。蜜蜂先生就有讲，佢想要邀请一群后生人来做新的 podcast 节目啊，然后就有本期邀请到安阳人，嘿。你喺节目很多咩名？很多后生夹夹棍。哦，后生夹棍，就是在家里录一录嘛，哈，对啊。我迄有去天台录，哦，天台录，旁白的，宋白讲到旁白的，真系即刻播下来。哦，所以天台录，佢天台也有播，啊 ，podcast 也有播，安尼呀。我喺天台的迄录节目，客家电视台节目的旁白。哦。你去家不卡录的迄旁白，啊 ，podcast 的迄个广播电台伫不会录。对啊。错。好了，音质还好，都可以了。从点来谈公平，向莹欣赏。好，今晚今晡日從嘅平板慶陽哈，上面非常嘅亮，從起來就當順當好聽哈。不過朋友建議係就係提這件哈西風嘅西啊哈，其實你從到西嘅時間係接腰嘛，其實係腰哈，接較夾到嘅，按樣生較強，唔會辣生。好，按用上會較講哈，韓國而家天已經哈澱粉房嘅樹米清好，嚇應該樹梅當好睇，所以韓國第三季哈明日嘅日佢嘅母音係 A， 所以你用 A 來看上。好，看下粗一啲啲咧，因為你嘅魚要足嘛，哈，所以用 A 魚看上，看下足到，數睇嘅時間咧，梗係潤味就會หั่下好睇，咁樣先哈。不過桂樹糖起來就當好咧，每日則是醃健康醃上司哈，所以嗰片最合起來嘅時間咧，強讓嘅樹起來，啱糖起來咧，下市長強煙。好，沈夢怡。好，沈夢先生。有糖豆先生建議咧吼，睇你從到以後啦。後生人做嘅嘅呢，閉口音、張口音。咬絲部分要較注意啲。我只講咩長久無講客嘅，真的哦。平常時老後生人老朋友，講客記得用糖嘅聲哦，糖唔識對啊，像我啲屋企咩也參都冇講，只同媽媽講你啊。係啊，還有來兩片會講啦，會講嘅，因為其他佢有條媽拼音嘅時間會講啦，調羊嚟，好啦，那你先回做休息，好嘛？哈，來，可以哈。啊，知道佢上到青春一位嘅外國嘅破天樣嘅希拉蕊失望點麼？有一張奧斯卡影后，哇哦！我知道上到一槍咧，哦，真的啊，係啊，哦。有槍哦，他有藝人氣息，有，他有藝人氣息。沙來兩邊咩藝友哦？我知道根本也全部都藝友哦。真的哈，好來，很可愛。看到底有沒有？好，沙下來蔓延。沙來係陳意涵帶來3個字。來，躺下啦。
讲什么耶？对啊，你今天有冇想要做个传统的？啊？反正你送一礼拜没买到的某做个大送，嘿啦。还有姜啊，哎呀其实他吧，他也蛮有古典美的哦，嘿，对对有姜，对。嘿，你讲的古典美好少。我习惯了啦，大嫂都要用功啦，不会吗？他这个玩弄。你在学校应该很多男生追你哦。冇你屁啦！也係講，也不卡曼，也不看節目。冇啦，天從點會買影片來？你交過幾個男朋友？冇啦，你媽媽還沒有。媽媽那邊的啊，所以媽媽不知道嘛。不知道，你就偷看偷跟我講。沒有啦，沒有嗎？沒有。沒有男生會寫信對啊給你，或者我現在單身呢，我沒有。我現在單身哦。還是今天單身？沒有啦。你請等一下啊，一講啊，係冇吼？誒，你愛漢語啊？上禮拜講有較進步錯冇？有只練習冇？有。有係，乜唔講唔講？有阿公會教我一些客家咬字要怎麼老講。師啊，哦，所以是隔代教養嗎？沒有。啊，沒有啊，哦，我要阿公加係同佢唱歌。同期衝過。哦，佢教你很高級。阿公他現在就是可能比較老年的時候，他比較耳朵聽不太清楚。但是對他現在以前會唱客家歌，因為阿公的關係我才會去唱啊。可是阿公現在就是耳朵比較聽不清楚，所以他有時候會落拍，然後會跟他講，對，落拍，落胎，破嘅冇聽到。我想耳朵聽不清楚，原來落胎。我就會教佢唱客家歌。哦，阮搞記哦，你啊，阮唔搞記就錯咧。頭擺同佢學，你啊，阮唔搞。係咪不能同阿公學客家話？結果也阮佢教阿公。衝過。哎呦，厲厲害哦！係咪？哦，以你為榮，阿公聽錯嘅，係冇？哦，阿厲害。阿公，你每一次回到家，阿公有沒有跟你講？哎，老師你好，有冇？伊很緊張哦。家家轉去同阿公，做啲皮阿公，係冇？老人家需要陪伴。對啊，這是真的。同佢聽下衝過，用親和。這是真的。哦，老人家有咩講古詩呢？係咪？好，從實嚟，唱奇怪先生。我來講評來。好，依涵妹妹吼，佢今日嚟唱一個山歌子，佢念歌啊，嘅音質也唔蠻高吼，音質也唔蠻高嚇，今日在佢也唱一山歌子嚟講，佢高音嘅部分啊，做得講發揮都相當好，高音部分，就是為了給你啊，第二咩時間沒有表一下。哦，也咩要注意一下。當然啦，今日以啊歸屬嚟講，佢唱嚟也做嚟講以平順哦，高音部分，咬字今日也有做嚟講有比上禮拜嚟有增到嚟哦，所以啊，係你自己以後要加強嘅部分，自己要去繼續加緊練習就唔會差。好，加油嚇！好，下禮拜做呢同嘅阿公向下練習。係啊，客家話我進步當多。好嘛嚇，謝謝嚇，先回做消息嚇。係啊，等下咱看成績。哎呀，緊張誒，係冇。好嚟，撒下來。撒下來係昌能喜帶來廬山歌。講啦。
客家可后生嘿，哎呀，那你两礼拜分做两夫嘞哈？对啊，你也高官个主他个主有一两个哦，从客家三个的西安模也都会有两标配身三夫，标配系嘛？啊，对。哎，你今靠运通系嘛？唐公。嘿，哎呦，哦，哦，他可以吃上茶。哎呦，哎呦，哦，死人车，自行车，自行车啊，不是私行茶。好私行茶，没事。娘儿公冇按配，好冇？啊，配啊，意思啊，白白啊。哎，去哪去茶？哦，诶，上擺，因為學校要發堂，嘿去到新竹，去到台中，哎呦，大家去進來，去上哎，茶艺吗？ 200公里有呢。咁有安燕？有。有哦。新竹到台中來回嘅話，來回100公里哦。真的哦。還有有安燕。你們沒有算嗎？冇算。還有第一日係去嘅海順，第二日係去山路。哎呦，還有山路還有啊！係第二日到第三日係去山路。你係用 key 也用 can 去㗎， key 嘅。送假嘅時間咩去嘅哦？係。哇！按強啊！很厲害哦。厲害！那你我看你的腳長這樣。他的腳就是。看他肌肉啊！哎，你被騙我。他要撩到哪裡給你看？大概小腿就好，我看你小腿。哦。我看一下小腿。唔會啦，給很超。哎，莫用，緊張是醫生。他穿褲子我看不到。停止這個音樂。哎，我只是正常的，我只是要看他的腿是不是真的有在騎腳踏車。體脂肪茶應該腿不會粗吧？幹不會？還是會結實啊。哎呀，那是結實不會粗啦。哇，你真的山路也可以騎。哎呦，很厲害哦。哇，你很強。哦。你用幾段的？幾速的？幾檔哦？幾檔？8、9。沒有，那個7×3。7×3你就可以爬山。可以。哦，羅哥妹有點苦。我有啊。段數。我其實台北山路其實我都騎過了。哦，真的哦。對啊，我有一陣子非常愛騎腳踏車。我最長也騎到通宵吧。哦，苗栗嗰片。苗栗。從那一片騎。我本來苗栗火車頭。冇啲台北。台北。頂下冇卡出發。哦，真的哦。同阿拉兩個騎上茶，不過到大咗我啊6點都風，我風完就開始騎，我騎到台中。哎呦。嘿。啊！但是我都摔到生一點嘛，啊，結果就還能騎嘛，因為講好嘅嘛，我兩個就扶下就騎，啊，往河邊，啊，騎到8里，到8里行嘅呢海邊公路，出隻硬騎，西邊嘅片，西邊硬騎到嘅通宵嘅時間，已經差唔多暗不到11點啦。起碼11點鐘哦。當真11點，騎到通宵，我11點誒。哇！你可以叫嗎？我真係冇辦法騎嘅，因為我嘅騎嘅時間，我腳同我臀都一樣嘅。真係哦。我第一擺騎一樣嘛，啊一踏落去就啊渡唔掉，一踏落去渡唔掉。哎，我覺得哎，搞不好因為在通宵，通宵是不是拱天宮也在那裡，對不對？搞不好是白沙屯馬祖叫你不要騎，對，他真的叫你留着你的腿，因為不是我腿真的踩下去就痛，哎，然後哎，我輪胎爆掉了，真的哦。我騎了，既然輪胎爆掉，他不讓我騎，哎，騎了11個小時啊。啊，後來啊，這輪胎也不會爆掉啊！你說鏈斷掉或者什麼，有個這輪胎怎麼會爆掉呢？那個輪胎我剛換的。哦，真的哦。好，我就想說啊，我就我家記得我經過一個派出所，派出所我想我專業嗰邊求佢啦嗬，佢幾位要幫忙嘛。結果我就想家長看到咩，所以我用牽專業，牽我行路行1點鐘。跑到去派出所。我睇派出所嘅警員看到我，佢都馬打電話去問伊個裝嘅呢茶裝茶誒。佢馬上同聽書一樣。同埋布林。茶嘅，另一個係。
爆掉了。你也爆掉啦？我有，你也有啊去上路去下去，就有个学长就让我修理啊，而且记得就有工具，就咧绕街。补胎这样子，练的中转一样样。哦，几好的，很有眼光哦。很有眼光，跟你的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对呀，然后我还什么都没带，然后脚又快断掉。后来坐救护车回来，好不啦，开玩笑。后来我哥从台中开车到那边，然后载我回台中。转台北啦，冲水了啦哈。蛮好玩的，蛮好玩。蔡丽欣赏。对。好，唱年戏，好，佢今日唱嘅老山歌啊，唱來以後，唔過有一隻詩啦，好，嘅咬詩嘅問題，唔唱到有一些像海陸腔，好，將來，好，本來就海陸人。係啊，唔過唱山歌係唱詩言呐，好，嘅一隻詩將來嘅來，而家唱到將來，將來了。对，就一隻詩有從咬詩有問題啦，那轉譯就自己要修正一下這個問題。好，其他問題咬詩就咬了一張，好，從來沒一順，路上個從來沒以後嘅上沒一講，繼續加油，以後也會很棒的哦。好，謝謝。用蔡麗欣賞。對，係啊，因為唱呢山歌，我用詩言唱嘛，係啊，做唔得用海陸啊，唔係講做唔得啦，只有海陸有海陸嘅唱法。冇強用嘅唱法。係，好，所以詩言部分都咬較重啲。他注意點會就好。好，加油哈！什麼呢？好了，可以哈。回坐車子，回去騎車哈。哇，11點鐘咧，市場茶做的起都11點鐘，很厲害哦。真的，我特別一放床，天氣不錯，我腳踏車我就騎了。真的哦，你的腳踏車離下啲哪？倉庫。冇搬出來騎嘅啊。好嘞，沙落去成本水帶來落山歌。來彈個啦。山歌比賽。你不是有一次參加那個比賽嗎？口水噎到。凍死。比天春夜嘅時節哦，天春夜比賽，佢汗水更多，還有兩樣誒，就成績不太好。哦，作差。山歌比賽。
粉水好。中国人懂成熟。系啊，你没系啊？主唱懂睇人咧唱嘅咁講。你嚟參加傳統組嘅比賽冇？做得嚟參加一下，我冇，我想我嚟參加比賽。你凍甜，凍甜。唔講太甜咧，唔咩要去參加比賽啊？今年推田傳藝咩一比啊？田傳藝比賽。一年一圖做得係冇？哦，一年100做得。哦，接得禮拜來。得禮拜可能冇辦法啦，用。哦，也係好上癮看，用誒。對啊，沒辦法吃苦。來比賽一聽咯啊，真歡喜啊！聰聰哥，你看又有茶馬飛係冇？哦。又偏到我身。又做得堂欣賞公平，做得金鋪啊樣。電視又露出，所以又有風頭，對嗎？親戚朋友跟大明星，你看，網紅，不是 KOL， 他不是網紅哎。網紅。你是 KOL 啊，意見領袖哎，係冇？對我太多身份了，傻傻分不清楚。你今年圖嘅田傳藝參加比賽成績係第6名係冇？第4名。哦，第4名。哎呦，殿軍還不錯啦。係第100參加嗎？係啊，第100參加。第100參加，之前冇參加過比賽啊？參加過少年組，然下第100參加超級組嘅比賽。哦，超級組嘅第4名。哦。像少年組嘅參加嘅時間，冇得到燈哦。有啦，有得過第2名過。哦，厲害啊！你之前有嚟比嗎？冇嘛嗬？有啊，有比過。有。傳統組嘅嗎？世界世界獎金挑戰賽。獎金挑戰賽，哦，有過嗎？沒有。有過。有。你不是有一次參加那個比賽嗎？口水噎到。凍死比田傳藝嘅世界。哦，田傳藝比賽，有冷水咁多，還有人用誒。就成績不太好。哦，作差。噎到。像阿勇嘅類似的狀態就對了。怎麼噎啊？沒那麼嚴重。冇阿勇衝哦，阿勇就做唔得了，馬上下台。哎，對我那天在高雄表演也是，哦，那個我其實前幾天都已經感冒，那咳嗽咳得很嚴重，很嚴重。我在想啊，我當天不知道還能不能唱，哎，結果一上去，那個腎上腺素奇怪，哎，出來，哎，我在台下都還一直癢，一直咳，一上台就沒有了。上戲嘅時間用板都衝得清後，就奇怪，就那個咳嗽，就忘了咳嗽這件事情。真的哦，下來腎有很酸嗎？啊？透支你的腎上腺素，現在漏尿了。拿命拼搏啊！好了，衝出嚟哈，強音欣賞嚟公平。好，分析哈，其實從細從到兩下不簡單啦，所以加上今年又去戲曲學校學習啲樂器吼，參加學校其實當辛苦嘅，乜嘢都會學，係冇？愛顯咧打鑼鼓本體咧，係啊，都會學。好，所以將來當然按照學嘛，吼，就係係，還唔單淨係按樣去嘛，韓國其實讀數學科老師也很要求，對哈，就是希望佢哋出題自家基本嘅啲數科愛好，還出去講話一些也要言之有物，好，所以呢，講真啦，你唱歌其實兩老愛顯嘅打鑼鼓，韓國讀書朗讀一樣，細細嘅時間吼你。唱歌三個愛唱台上冇唔錯，唔講唔叻下台領叻下台咧嗬，所以你愛去學習用辦來控制你嘅音量，好就係讓你愛顯嘅強壯，像是愛下寫上，有時候柔質，有時候要大聲，好，還打鑼鼓咪強壯，唔係特擺到按台上，像是愛寫上，所以你今日愛練習嘅就係講，寫嘅時節好嘅撈佢保留起來，就係你嘅咬字動好。好，香港你線上動好，撒下來你就係練習唱歌嘅時節，來收放自如。好，比如講體育件，嗬，你嘅人生來去一陣風，去就係一陣風就係一，好，所以冇練強下，人生來去一陣風啊，好，就。類似這樣子，好，我相信以你從細嘅人唱到呢一下，你基本嘅帶病人好人都好，
比你吞好好，你吞好会打锣鼓，唔会重三个，哈，所以你要就系你做的可以培养你强项的部分，好，你要就系对你有帮助。韩国声音唱歌嘅些，你有冇讲声音唱歌就唱歌就欧压上，因为你们的大声，所以你们的共鸣点都集中在鼻音，所以最尾则是哈，猜其中最明显，猜其中呐，中呐，猜其中呐，係唔係？好，冇強用，好，所以你係成音嘅世界唱起來定音聲，咁講你哋下。音面就會變成台音咯，好，所以你係你做得很下好嘅部分，什麼呢？對，係啊，佢唱嘢較一點，上台動態可能喺入面啲舞台當中表演，可能想哦，佢太上台。還演呢時間就嘛，你聽得演啊？你用我上位大門呢？愛摘兩山皮哟。部分學習就好，會不會唔使不用那麼誇張後面？哎，不過吃豆螺乾有從沒以後湯，我亂教了哈。有輕重嘛？有輕重啊！加上去就會哇太貴，太上貴啊！你重新上講嘅三個太上。羅英英老師係咩？我敷衍上到，我本來留咗節目到3個從來鬧連連，係粉絲而係有蘭水講到咩？嗬，我留3個從來鬧連連時，有一隻阿伯來從羅3個，很好，因為我呢家隻節目冇大字報，所以大家都會配起來。咁個解擺嗬，羅阿伯相信會唔記得歌詞，所以佢從300咧，第300到最尾一隻時，我哋想講愛樸素咧，從所嚟動聽，好結果。很係 NG， 因為佢加水落下來，加壓掉下來哦，卡到後輪條，哇，啊危險，很像牙子落下來，各式各樣嘅狀況啊，你所以唔係好想認真會弄人家嘅，哦，沒拍哦，對，所以係。哎呀，所以還是要小心一點哈，假牙粘好哎。上台前不要喝太多水，莫吃甜的，會傷了人水啊，係嘛？好了，好 ，OK， 好，先回做休息，好 ，OK， 哦，好了，好了，沙好了，沙了，嘿，來又加帶來3個字。來，堂哥啦。主持人好，你好，屬於懂金磚那些年咧。係啊，等一下，上那有語言。你講嘅兩張做嚟比賽哦。係啊。好嘛？好。那先比流行歌曲，主要比傳統組。
先比传统族。传统传族统族哦。啊，流行歌会有学的吗？还忙。还忙。闭嘴。安尼传统族的就电来了，哦，电来报名哈。系啊系啊。做得哈。安尼安尼还冇去安尼冇？哈？试唱会冇？试唱会哦，应该不是嘞吧？应该不是啦哈。干嘛会冲的试唱会？不用了嘛哈。对啊。已经不会冲了呀。这个直接录取了。哦。你等一下直接下去登记好不好？好，直接登记，看是什么时候下礼拜就来比赛了。做得哈。好 ，OK， OK， 做得。好，有限哦。有限嘛？应该系有嘅。礼拜有吗？事情会做吗？要看哈利波特。冇哦，但是这看你好像很忙，你又要学这个，要学那个，你很多东西。上礼拜吹盆给他的哦，那个真的吹得很好。那个礼拜还有冇强用的纯音表演？他还有什么才艺那么厉害？哦，唐讲好了9年的哦，你好嘛东西你自家讲。然后直排轮。直排轮呢？直排轮啊！其实声音设计好9年呢。那安尼就3岁开始啊？系啊。哎呦，真厉害呢！今每表演不让你看一下嘛？好，做得哈，做得，做得哈。哇，你不可以出糗哦，你学9年了哦。9年，那我们要有什么配备吗？我们等一下来 say， 等一下有那个吗？高低起伏那个要吗？极限运动嘅。给滑板，给俺要黑直排轮。哦，直排轮不能滑板那个。哦，冇咁样哈，直排轮的看见有。给不网斗。网斗。等下来看表演哦。直排轮唔会网斗嘛？俺唔会网斗啦。唔会哈，真的哈。按等他表演不让你看一下哦。好，直排轮的。不让你准备一下来看一下。哎呦，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哦，中山不让你嘅 Yoga。好来，精彩的表演来。哇，帅哦！厉害嘞！哎呦，真的会厉害。没假哦。哎呦，单脚哎。哎呦，还八股哦，还八股。来。哎，唔过几个看灯呢？哦，如果不看的话，因为后面没有长眼睛。如果不看可以吗？莫看做的嘛。莫看做的，做唔得啦。我只看他嘛。敢会跌倒？哦，会跌倒啊？有吗？会帮倒？跟有办法抢开那个，我在网络上看到人，哦，乜嘅？咚脚的。佢跳下就一脚了呀？没有，就是大概，他好像距离比较短，然后很快这样，真的哦，速度可以更快这样。有没有办法？你跳下还要帮倒嘞吗？对啊，看哦，很长一条哦。哦，真的哦。哎，冲，好厉害哦。哎，你要样旁玩台，做的吗？你要试试看吗？挑战一下速度。那要练更久。哦。练更久啊？你不是学9年了吗？那样。要学19年才可以，是不是？大约要10年多一点点，差不多。啊，他有一个数据，10年多一点，所以他才还差了1年多一点。差不多是3岁时间，系嘛？那明年等你，好吧？好，做得把准了嘛？做得哈，做得把吹气嘛？哎呦，冇啦，几俩就好嘞，可爱。好嘞。哎，你有溜过吗？哈？你有溜？我没有啊。哎，我以前小时候有玩过。真的哦？哎，马该高的都有高过呢。对，最早是4个轮子的那种传统的嘛。啊，后来就溜冰鞋啊，那是冰宫吧？冰宫我也去啊，我也去过，我还被那个冰刀压过嘞。哦，因为我刚好跌倒。哦。啊，跌倒人家。你看勾一下签啊，鬼，手指就整个黑掉，还好没断掉。哦，真的哦。就无退嘞，哎呀。冰刀哦。冰刀。哎呦，古时候你们轻微把俩呀。唔会啦，佢特别细搞的。后来也有玩过这个啊。哦，俩迄生意呢？哎，生意出生的时间，哎呀，没有买比搞，啊，没去个买一送，就天天生意在搞。哦，啊，后来你就冇搞嘞？冇搞的啦。生意也冇搞，你就冇搞。全部得退的。所以还有他像他这么有毅力，玩个9年呢，哦，冇简单哦。冲出来唱，起个欣赏。来。要教下，教下，看到嘅运动千好啊。生意做运动，喺拜后會比阿鳳姑行一個。哦，做得咯。有樣哈，好，你今日所帶來也係山歌子啊，哈，一山歌啊，大家有聽人唱歌哈，做得講也係算平穩啦，順順的啦。
可能在有不足嘅地方，我也同講一下嚇。好，就講那個強往向北，向了北啊，佢大會鹽哦，盡量同佢調高鹽嘅部分要用到力來。我看冇嘛咁用力，就變得鹽調唔高去落去，就會多少嘅像走鹽那樣嘅。其他來講，耳朵聽一段，轉鹽弄靠，也個麥係絲轉麥係。轉鹽弄靠。好，也念鹽絲啦，哈，好，轉鹽弄靠，也到位部分唔就調起來，但是前面那個其實並唔係講調唔起，你冇準備到講嘅，也要調高鹽嘅地方，嘅中醫啊，吼，就要看人講嘅力量用一些啲就強起來。當然啦，也雖然當到還有嚴準。冇辦法講做到當準嘅地方，嚇！但是看你點樣樣創，已經創得相當好嘅，嚇！嚴準效果對在同意加強落去，係咪？我相信也成個天會創得當好，好，繼續加油啊！繼續加油！哦，創暗來的事啊，對啊，很技巧呢。對啊，彩麗老師有什麼要補充啊？弟弟自己創，我知道佢也是創嘅三個字，從來比。上禮拜好哦，真的。我點到吃到佢創三個字28，也因為佢上清涼。我到佢一場演技嘅時間，我完全唔敢創三個字。因為創三個字係失常，我創高音。也上清涼，我知道創來以後，就係家謝老師講嘅音，家嘅記者是音準嘅嘅高音嘅片，一時嚟小微數啦，還好，其他就幾首歌嘅唱起來以後，我給他很高分哦，很棒哦，他這一集唱得非常好，因為到佢亞張演技，做得老三個字唱來安紅，係知道一模簡單，我哋同佢鼓勵下，係冇唔錯，請好繼續加油啊！好，謝先生，阿妹結婚一下，本先生的統計下分數，看都是滿意分。那你溜回去。哎，好，那你來統計一下分數。好的，你溜回去。好，再溜回來。奶，真都係會。好了，來休息一下，來看分數來。好了，也分數已經統計出來了。統計出來咧。係啊，來，我本日來看一下，來，好，看一下，好了。唔必哦，好嘞啦，出腳嚟公布一下啦哦。得到優勝的係蒼能儀，還有賴玉嘉，恭喜兩位！下一個評審欣賞蔡麗欣賞，同樣你頒獎。呢邊分數係192.8分嘅賴玉嘉，呢啲分數係192.3分。恭喜兩位哈，搶兩位優勝的小朋友退步，稍微退後一下哈，你那會3位是哈克啊，你沒有啦你。對，好，直接往那邊走，往那邊走。哦，下來準備好了哈，你會公布根本也是23位哈，有2位係第一名，一位係第一名，你得到第一名係陳意涵，累計分數係193.2分。而上禮拜96.5，也禮拜96.7分，所以合起來193.2分。還有宋俊梅，還有陳粉水嘅193.1分。兩位強強做193.1分。宋仲梅上禮拜係96.6，下禮拜96.5。上禮拜那個陳粉水呢96.4分，下禮拜96.7分，所以加起來兩位嘅分數強。評分，故所有兩位嘅第一名來評分，你第一名、第3名嘅獎金。好啦，來請呢個先生。頒獎一下，第一名嘅哈，等下再來分啊哈。好，好啦，第一名，你嘅奇怪先生頒獎，本你嘅第一名意涵，錢的雲，恭喜！謝謝老師們哈，謝謝。先生，來都投錢哈。好，要翻譯啦哈。來，本嘅能力就位嘅。冇得到獎金嘅唔怕，係啊，反正明年嘅暑假我就走嚟拍。也做得罷的。
好，你要再过了比赛了，好不好？好不好？等着哦，哈。好。OK， 那我们今天表演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哈。对啊，好中国的朋友哦，没跟我夹落报名哈。夹打电话来，0966676等台下打电话，我们去交流比赛的哈。好，今天非常多谢所有观众朋友收看，因为呢哈，多谢辛苦的评审先生，谢谢老师，谢谢。恭喜各位抢先演出的小朋友，也谢谢你们啊，谢谢。什么的小江老师还有我去请山，谢谢老师们，安子 C。什么现场观众也辛苦了，子 C。好，所以下礼拜我们记得了，一定要准时收看呢。老年大擂台，老年穷下来，再见，拜拜。